मैं वे जरा वहाँ रामा को मिल गया मेरी साड़ी跟农主说是双线，俺等一把节有的呢，但是他查是，晓得吧？若对不起，还是他小朋友吃啊，小我朋友吃就大人，农主没谁钱呢，说的农主了已经打我呢，哎，小伙些的就，你把卡给没有抢回来，那是上街一去，那是整个盘里啊，他那个的话的，娘们没办要说去不去，娘们说去啊，还是去过了不的，别要我的，出去。现在那个没去，我手手卡的呀了，知道？说起是家长那了，就是给说南北去了，他那些人熟悉不多。加上讲到那了嘛，朋友可能是雄心爱准备这个那些就是觉得讲到那里啊，是可是慢慢就踏出去了，别要我的，俺那都到巧克啥个呢？这个上街给去，这个吃什么嘛？这个等到嘛，这下有套那些，上路拿了嘛，雄心，参谋了这个生活拿的不要帮个是这个，哎的，第一这个下月的不就要我就穷了，平常家长的呀，还有个囊水都当然休息不休息下有多啊，所以呢，参谋了手手减少啊。哎呢，确实了呢，当然是那个迁就啊，那个强生，反正上啊，就是在车上也都这个公交道上，娘们人车上也都是啥样呢？这样的，这里啊的，
我那车呢，可说的呗，恰是要我手脚的，他加拿大呀，这些格类的呀，好的多呢。这他们古道大学，这你呢，怎么的地方了？难怪去了，他那些人，手吃肉做这个话，个人是南北去，这个老庄这边可多了，吃什么没有？这个谈到那个啥呢？是老百姓跟咱们那个啥呢？习惯对手，可是这个也不是真的。个人是我那车那个那车呢，不到我小小的，那得加拿大的话都是带头说呢。是不对，不是两个说的，真的。我那啥，而且是自己的出入咱们这忙不了的，德州咱们这忙不了的。这那些呢，南边到大的，我那没谁的，就开始那么多，但是那时候排排，这个都打不了，解不了的。那这是什么的这个呢？街上这部的还是可能打过去是不是？这是我的这个了，背出去了，太要的，去给钱那么钱，可能闲用的，这个东西都穿的，我说这样的白开出，真不是。先把这些交给我，再把我把它交给去，应届去给他交，看见的啥去。对，这是多呀。